花莲有民众伫网络抛出一段幼儿园伫校外教学老师正粗鲁幼囡仔的画面，真侪人是看甲真唔感冒，讲这老师应该是失控了。这间幼儿园嘛出面回释咧，表示讲会甲这老师送教育处去调查。这件幼儿园老师敢若情绪失去控制、粗鲁对待囡仔的代志，是发生伫咧19早起。 学校安排22位大班的囡仔到附近的庙参观，因估伫排队时阵，可能囡仔动作较慢，老师情绪失去控制，顾着变大力揪囡仔。很震惊啊，因为我女儿就在这个班上。对，影片中她有拉扯到我女儿，老师后来都有一一打电话来道歉了。民众将规个过程翕起了，放在网络顶，就真侪家长来幼儿园关心，乡长也正生气，要求调查记过。 学校开会，甲老师记过，让教育处审查。感到非常的痛心，也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乡托幼儿园的方面？那也，所以我也立刻跟乡长来反映哈，那公所也做了立即的处置。园长讲，这个老师已经教7年啊，普通时也正认真，代志发生了，伊正后悔，也家己辞职。家长也拢愿意原谅，给伊机会。当事人呢，也是一一的跟每一位的家长。 通联，然后呢，抱歉，然后也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也希望给我们幼儿园一个机会，再一次的呢，深深的一鞠躬。花莲县政府这边教育处也会进行这个审查小组的调查，那确认是不是这个案子有关就是涉及不当管教的一个违法事件处理。好佳在规件代志无囡仔受伤，幼儿园强调会对囡仔进行追踪辅导，并且加强老师的情绪控管。记者综合报道。